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這個巴威風颱一步一步逼近到台灣。台北市是嚴陣以待，進前6月25內湖淹水災情嚴重，所以這回大家特別關心內湖洪災的狀況。區公所目前已經規劃3個所在，會當讓民眾登記領沙包，下晡閣增加2個地點。但是網絡頂卻傳出講內湖的沙包無夠用。區公所批回講會隨時來補充。台北市長周萬安早起主持着第2屆風台整備會議，嘛嚴格要求各區公所針對沙包的準備工完濟袂使少。台北市內湖的金龍公園現場囤超300包的沙包，互民眾來領。區公所甲里辦公處攏派人到現場，因為風颱特別來呀，就驚內湖閣像6月25共款閣做大水，行政單位是嚴陣以待。區公所佇頂屆淹水上嚴重的區域提早派送沙包，目前佇金龍里金龍公園、港府里文德一會綠地、水陽里里辦公處，民眾會當先向里長登記了後領沙包，一個上濟會當領10包。下晡大湖里甲西安里也開放領。雖然區公所彌漫做準備，卻聽講內湖沙包無夠。大概2點半以前就已經領用完畢了，所以大概6個小時以內，民眾的需求就已經飽和了。區公所解釋，以金龍里來講，7月初6就已經傳150包的沙包，因為需求懸，也會看辦事來調度。台北市府當然也唔敢大意。不管是沙包機具，尤其沙包的部分工作，你們預留的量一定要多，寧願多不要少。好，所以你們趁這黃金48小時即刻的，不管是跟公務局相關單位去預留。依照風颱目前的路線，可能會對北台灣造成嚴重衝擊。台北市也點出50個土石流兼細溪流，另外針對12處邊坡甲山坡地，市府也有安排搶災的人力甲機械。嚴格民眾也真關心，拜五敢會幫風颱假？一般還是會以整天為原則，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況。當然，一切都是還要看屆時整個颱風的動態以及造成的風勢雨勢的情形。台北市政府也會看風颱的動態，隨時來做調整。